别的这帮助肠胃功能啊，做什么山药茶还可以改善痛风，这效果真好。啊，山药规个拢补就对啦，叶啊啦、藤啦、茎啦，茎结几条，啊，才有只细条的，这是咧细种的。4个月当大到要去外国啊，啊先用。要去到外国的外国发展，升级。提早修行这算提早修行啊。水分、养分，按来用酵素个人做好的养分。